到我啦，到我啦！魔法部發出紅色警告，今屆魔法商業大賽正式開始，邊個贏邊個係壟斷魔法界嘅前鋒。肅靜，我係雲姑姐，作為霍格華茲嘅保險顧問，我而家宣布比賽規則，冇規則打死無緣。根據我教嘅變形學，我嘅保障方案可大可小，無論你嘅預算有幾多，都會有最適合你嘅方案。比賽開始。今次冠軍一定係我 Water， 雲倉服務仲發過光能2000，網店一落單啲貨即刻飛。我條腰啊，好痛啊！我啲貨啊！Water， 你送貨快有咩用啊？你有一條腰直唔翻，連個箱都拎唔起啊！我係最強整骨師阿 Sam， 你依家跪喺度求我就幫你拍翻正佢啦。Water， 而家你塊面又紅又腫又多油，又好似豬頭咁，點算啊？仲講緊，我就嚟殘廢啦！唔緊要，等我問到 baby face 同你搓靚塊面，就算遲到都係靚仔咁去陪追。Stupid 最佳嘅商業魔法嘅建立平台啦！收聲啦，哥頓！我Gordonshop.com 搜羅晒全世界最好嘅獨家代理商品，我現金回贈仲多過你古靈閣嘅金幣。我要改變全世界人嘅消費習慣。去脂肪走，我係最細心嘅健身教練 Oscar， 有強健嘅體魄先可以享受世界，核心肌群先係最強嘅防禦。望下你個蒼白樣，幾耐冇跟我操嘢啊？唔好話我主人蒼白，佢呢啲叫做透光。我係 Bonnie， 睇下你頭上嗰笪啦幾肉酸，即刻用 Doctor Secret 啦。呢啲唔係魔法，係科學。跟我用，好似佢咁個鼻都走翻出嚟啊！點解咁勁？6個字：分子細、活性大，年年 SGS 檢測報告公開透明，咁先至用得安心噶嘛。Bonnie 收聲啦！我幫你推銷咋，買啊買啊買！哇！呢個角度正啊！哇！呢個 feel 唔錯喎！哇！我係攝影師 Andy， 我最擅長捕捉最靚一面。哇！好靚啊！哇！好性感啊！好 sexy 啊！你哋全部同我 stop！ 你哋打爛晒啲場地，又整爛晒啲貨，全部人又傷晒。如果唔係你哋之前同我雲姑姐買晒啲保單，你哋今日全部都破產啊！仲唔快啲加單？哈哈哈哈！商業大賽已經取消啦。點解啊？我係海王 Stanley， 你哋嘅獎金我已經用晒嚟 book 船啦。而家所有船都擺晒喺黑湖嗰度，有香檳，有香蕉船，有滑梯。你哋邊個仲想喺度聽雲姑姐我，定係跟我上船 P 啊？梗係船 P 啦！耶！用雲倉物流送晒啲薯片啤酒上船先。去船 P 都要靚。等我幫你哋操 fit 晒，即刻上船掃機啦！拍翻正啲骨先上船啦！我幫大家影合照啦！船上面咁多人，等我上船介紹 Doctor Secret 產品俾佢哋先。咁我都會介紹 Isotonic 俾大家，請大家越玩越精神。好啦，咁多位我哋上船啦！喂，你哋簽埋啲衫先走啊1月11號，星火燎原，約定你，護法現身，耶！